2013風起雲湧，香港政治經濟重大變化，貧富懸殊爭拗決裂，基建民生關係你我。國際政治巨人隕落，接連恐襲，竊聽醜聞，風波不斷。環球經濟重心轉移，信貸危機浪潮浪接浪，兩岸關係人人關注，政局變動，經濟轉型。回首2013，一連四輯檢視過去，預知進退。2013香港政治、經濟、社會有重大變化，土地供應、房屋政策息息相關，雙非問題、工潮衝突，以至政改爭議，為你一一回顧。回首2013，港民聚焦，聽晚7點半，本港台。2013全球風起雲湧，美國竊聽醜聞越鬧越大，恐襲接連發生，震驚世界。釣魚島主權爭議觸動新一輪中日外交角力。回首2013全球風雲，聽晚9點，本港台。環球經濟重心轉移，投資形勢瞬息萬變，到底何去何從呢？信貸危機、股市反覆，連串挑戰之後，是危還是機？回首2013財經要覽，星期日晚10點半，本港台。2013兩岸關係新里程，新一屆國家領導就職，正式進入習近平、李克強主政新時代。全面深化改革路線，帶嚟兩岸平穩新發展。回首2013兩岸經緯，星期3晚10點，本港台。